继续来看国民党这届的选举大惨败，展开路线的大检讨，讲就是92共识甲一中国表无法度得到认同。国民党内青壮派日前拜访前总统马英九，打算要来推出92共识的升级版，要甲民主保台当作是主要的重点。另外，国民党党主席补选的作业正式来启动，3月初7要投票。 国民党代理秘书长陈明忠伫中央党部1楼大厅打广告，正式启动主席甲中常委选举作业。一方面改选，一方面相关改革的事情，陆陆续续会在进行相关的推动。目前主席的热门人选包括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立委蒋万安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、高雄市长韩国瑜。另外，两岸政策嘛引起关心。 过来的国民党青壮派台北市议员拜会前总统马英九，请伊92共识的未来性，打算推出升级版的92共识。亲美和中保台，就是路线还是把它维持它的实质的内涵，不能变成民进党的山寨版。譬如说，我们就把它支持台湾独立，那就跟民党一样了。我们跟民党完全没有市场区隔。 马前总统回应讲，伫符合中华民国宪法民意支持，伫北京方面有法度接受，各有法度理解的4个条件之下，92共识会使调整。你对两岸态度是什么？是和还是战？我觉得这是国民党自己要去想清楚的事情。还有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所提出的“一中两国论”，这就要等选出新主席了后，看伊安怎讲。败选了后，国民党未来路线嘛有可能进行党内大辩论。